去賀州浸溫泉3天，團費只需要90萬。今近我嘅鏡頭睇睇。朝早我哋喺羅湖口岸以及深圳灣口岸集合，車程大約2個鐘就會到達食飯嘅餐廳啦。睇下今日中午食咩先？粉葛雜魚湯、冬菇蒸雞、碌鵝、焗排骨、雜菌鎮雙丸、蒸鯇魚、海膽蒸水膽，總之9餸1湯，白飯人裝。大約4點零鐘就會入住天目半山溫泉度假酒店。春暖花開，酒店門口嘅風鈴木已經開晒啦。呢間度假酒店係2024年全新開業，無論係溶洞嘅浴池、茉莉花池、高溫池或者係紅酒池，都係值得大家選擇。當然仲有我哋小朋友玩嘅水上樂園，每間房仲帶有獨立泡池。夜晚食個豉油雞宴，又可以繼續浸溫泉啦。我哋公司連續2晚都包宵夜，夜晚浸完溫泉唔會驚肚餓。第2日帶大家去知青客家農莊品嘗客家風味宴。食完飯，大家仲可以自由選擇姑婆山旅遊度假區。姑婆山唔單止有9天瀑布、仙姑瀑布，仲係茶是故鄉濃、酒是故鄉醇嘅拍攝地點。喺呢度，我哋可以品嘗到桂花酒以及烏龍茶。第3日食返個豐富嘅自助早餐，就開始回程啦。回程途中喺肇慶食返個中午飯，哇！隻雞正喎。由中國大陸揀大美中國。